錯過12月21號呢一日天赦日補財日，你就要再等80年。2025年最後嘅天赦日，啱啱就遇到冬至新年前最強嘅招財轉運大吉日，下次遇到呢，就要到2105年㗎喇。點解冬至遇到天赦日特別重要呢？因為天赦日呢係向玉皇大帝請求赦免、清除霉運以及係種種不順嘅，而冬至呢就係能量嘅一個轉換點，陰盡陽生。2026嘅運勢從呢一刻開始，你喺呢一日去誠心參拜補財庫，代表衰運盡出，可以喺新嘅一年逆轉運勢，財運爆發。老闆、銷售、投資人如果想升運，或者係2025財運未開，請把握時機啦！一定要記得到道觀參拜，道觀啦準備咗正式嘅祈福疏文啦，參加補財庫或者係儀式，祈求來年衰運清零，財運暴漲，事業飛升，萬事如意，令到自己2026旺一整年。留低一句財神到，許願自己可以將2026年嘅財運爆棚。我都會將補財庫嘅法會資訊 send 俾你，祝你正財偏財雙旺，萬事大吉。我係楊雅智，福生無量天尊。